當晚時分，潮水緩緩退下，一隻年老嘅馬蹄蟹慢慢地爬上泥灘。佢就係愛講故事嘅后嫲嫲。小朋友，嫲嫲要講故事啦！你哋知唔知啊？喺好耐好耐以前，呢個地方同而家完全唔一樣。喺我出世嗰陣時，泥灘大到無邊，潮水一退，我哋馬蹄蟹就成群結隊咁喺泥灘上翻來覆去，覓食、脫殼、成長，數量多到遍佈整個泥灘。你哋知唔知我哋嘅祖先有幾巴閉？我哋嘅族群已經喺地球上生存咗幾億年，甚至比恐龍仲要早啊！所以大家都稱呼我哋做活化石。哇！原來以前呢度到處都係我哋嘅足跡，但係點解而家剩低我哋嘅？自從喺呢個泥灘附近越來越多人進行各種活動，例如掘田、旅遊等，我哋嘅生存空間就變得越嚟越少啦。嫲嫲，不如我哋離開呢度啊！另尋一個又大又安靜嘅泥灘啦。隨住城市發展，無論去到邊一度，都會面對不同嘅挑戰。唔使驚，只要小蹄努力長大、脫殼，讓身體越嚟越強壯，就可以孕育下一代。后嫲嫲，我哋係咪一定要好似你咁大先可以生後寶寶㗎？你真係聰明啊，梗係要啦，要脫殼10幾次，身體先長得夠大，外殼更堅硬。當年嘅我，每次成功換上一身新殼，就會喺泥灘上翻跟斗表演㗎。哇，好厲害啊！但係我連最基本嘅翻身都做唔好，更何況仲要翻跟斗呢？要記住啊，雖然我哋有好堅硬嘅外殼，但係一反轉就會露出身體最脆弱嘅部分啦。所以馬蹄蟹要好好保護健美，而且必須熟練翻身先至可以保護自己，話唔定有一日可以幫助別人啊！講到幫助別人，一直以嚟我哋嘅族群間接拯救過無數人類。我哋嘅血遇到空氣就會變成藍色，更重要嘅係可以製成後視劑，對人類嚟講非常珍貴，可以幫佢哋檢測病菌，避免受污染嘅醫藥用品用於喺人嘅身上。嫲嫲亦都曾經捐血救過人㗎。原來我哋嘅血咁都得㗎，可以幫助其他種族。嫲嫲，你真係一位超級英雄啊！呢個就係我哋活化石一直以嚟嘅使命，你都要延續落去啊！捐血之後嘅嫲嫲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有啲馬蹄蟹捐血之後就以後冇返嚟啦。我哋為人類付出，到底幾時先至有回報嘅時候啊？你要好好長大，總有一日你會見到㗎，相信我。10數年之後，
我一定要成為一隻能夠返到泥灘山後寶寶嘅大馬蹄蟹。佢決定離開泥灘，潛入更深嘅海底，展開旅程。小蹄仲以為離開咗滿布垃圾嘅泥灘，海底世界就會美麗同埋潔淨嘅。冇諗到連整片深海都未能幸免。你哋好啊，我叫小蹄，係一隻馬蹄蟹。我哋都係蟹啊，你嘅愛好同我哋都一樣咁堅毅又好玩。兄弟們，你哋都快啲爬上嚟啦！玩啦！我哋螃蟹家族同你哋馬蹄蟹一啲關係都冇，快啲離開呢度！一艘漁船正喺度進行緊拖網捕魚，喺漁網中唔少海洋生物被網住咗。爸爸，發生咩事啊？哎呀，快啲放我哋出去啊！小馬蹄蟹，我有一個請求，你可以帶住小螃蟹三兄弟逃走嗎？真係對唔住，之前對你咁惡。緊要，我冇放喺心度。后嫲嫲成日同我講，幫助別人係唔分種族嘅，只要喺我能力範圍之內，我都會盡力做到。螃蟹爸爸，我哋唔係一齊逃出生天咩？小螃蟹，爸爸身體太重啦，唔可以繼續守護你哋啦。聽爸爸講，啱啱抱實小蹄姐姐，要好好生存落去。原來螃蟹爸爸打算剪破漁網，希望借助小蹄嘅翻跟斗能力跳過船邊，帶住小螃蟹三兄弟重投大海。坐穩啦！經歷重重難關，小蹄成功爬到船邊，只差一步就可以重回大海。螃蟹爸爸，快啲過嚟啊！將我嘅結尾當作梯子咁樣爬上嚟啊！我可以噶，請相信我。快啲，爸爸快啲過嚟啦！一飛沖天！數年之後，曾經滿布垃圾嘅泥灘已經變得潔淨如初。遠處有兩隻強壯嘅馬蹄蟹，靜靜咁樣觀察住呢一切。佢就係長大之後嘅小蹄，仲有緊扣住佢背上嘅丈夫。后嫲嫲，我終於成為一位超級英雄，肩負起我哋活化石嘅使命，能夠再次回到呢片泥灘，呢度嘅感覺同以前唔一樣啊！而家就係人類報答我哋嘅時候嘛！小朋友，媽媽要講故事啦，仲快啲過嚟！當年后嫲嫲講故事嘅情景再次出現啦，唔同嘅係呢次講故事嘅老后係小蹄。老后講故事可唔可以一直延續落去呢？